各位观众朋友，早早，欢迎收看5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雅纯。今仔头一条新闻来关心强烈风台马华等咧挖进台湾，按算明仔载开始连续4天，拢会影响到咱北部和东部地区，尤其拜2、拜3这雨会落了上大。另外，打号马华风台扫过关岛，目前当地机场是拢关起来，有上百台湾旅客是吊伫咧遐。拜六天气好，东流沙码头游客排队照既定规划去小琉球耍，甲往常假日比，游客亲像有落差。这个礼拜六人潮有少了将近1-2成，这1-2天其实都有游客要延期。游客耍的兴趣减少，因为马华风台一波一波挖紧，屏东有功能也烦恼，收成受到冲击。毕竟山野一年一收，即马当时采收期，无奈就爱赶紧办落来。一年一收的东西，台风来就没得收了，而且才刚开始没多久哎，要哭也不是，要笑也不是啊，只能尽量采收啊。风台还未清台，南怀公路就造成灾害，道路规个白茫茫，尤其烈风路段，防空出现边坡落石，把阻碍通行。那目前的话，公路段的话已经完成抢通，开放单线双向通行，预计在明天早上7点，然后开放这个路段的一个正常通行。强烈风台马华刺激北风半径300公里，稳定向西北西行，已经严重侵袭关岛，造成当地电力中断。关岛国际机场关起来，115名台湾旅客都安尼滞留。向西旅游回应已经启动紧急处理作业，一旦机场开放，会协助旅客返台。各国的预测渐渐共款，马华北转的几率悬，气象局无排除发布海警。那北部、东北部拢是落雨的地区，尤其是东北部可能出现局部大雨。下周2跟周3会比较接近，所以它的降雨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。不过整体而言，周1到周4都是东半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。马华北转了后，离台湾近也是远，也是充满变数。也毋过后礼拜1开始，连续4天气象局预告，遮方面地区拢会落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屏东的马家乡昨有7个人去爬山，数1个人无细致爬落去20公尺深的山坎，当场无气息、无心跳，救援人员是透暝甲伊载落山。那花莲的秀林乡昨有一对翁仔某去爬山，这54岁的妇人人，敢若是因为高山症昏去，后个再互直升机赶紧甲载落山送医。保养直升机慢慢降落伫花莲德兴棒球场的草坡。27下晡，一对来自高雄的翁某爬秀林乡的屏风山，是要到54岁姓高妇人人出现下晡，心脏噗噗踩，骹手无力等疑似高山症的症状，佮2摆昏倒。前线甲消防人员医师3方通话了后，决定赶紧落山。有直升机吊挂成功，然后接送到德兴棒球场，然后我们救护车过去，然后发现他患者有头晕、身体不适，然后完全身体没有力气的情况，然后我们给予适当处置，然后后送到慈济医院。穿红色外套、挂喙暗的妇人人身体虚弱，好佳在意识清楚，救护人员赶紧将伊送去病院治疗，好佳在无生命危险。另外，伫屏东县马家乡17日这一天，一组7个人爬山进入基岩山，一个差不多74岁查甫人无细致摔落去20公尺深的边坎，消防人员接到报案，伫暗时赶到案发的地点。不过，这查甫人已经失去喘气心跳，救援人员赶紧将伊送落山。代志发生原因还佫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？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，先来看《中国时报》。台电6月初开始要改做收热天的电钱计数，今年头一摆一度电要收到7块才济。对比去年5月进前的电钱，今年热人民众若是用1度电，这电钱会增加5成3，若小店面嘛要加纳超过3成。过来是《自由时报》，农委会鼓励民众认养猫仔狗仔。5月开始提供1年份的宠物保险补助，一只上济会当补助3000块，总共有5400个名额。不过保险业者推出宠物保险7档，已经理赔超过96%，有真侪业者是要提悬投保的条件，甚至无要搁卖啊。落尾是联合报。
卫福部统计，医疗机构予人妨碍案件，大部分拍人的都是因为有身心疾病、食酒食毒无清醒，也是讲和医护沟通不良所引起的冲突。去年无予人发、无予人起诉的有到74%。转来关心选罢法修法规定，予人判刑10档以上的。不过，还未定案的人，同款未当参选。恐惊无法度争取连任的现任立委苏振清，总得跳出来表达不满。另外，有犯着洗钱、买票这寡案，予人判刑的议员陈志忠，也有立委林文水，嘛同款未当去参选。都因为洗钱案立即服刑的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支持者送别画面，大家也会记的。因过受到都三读通过选罢法败恶条款，其中具争议的犯洗钱防治法判决确定者未用参选规定影响，恐惊长上这正途。伊老爸前总统陈水扁27早起以开台吉人学校创办人的身份参加中捷理论者，领款学者林淑雅个别失时，并无对此做回应。因过受到败恶条款冲击的，毋那陈志忠。宪法是保障人民的选举的自由，我强制尽力，民进党停止内斗，真正来为民，有心来为民服务。支持者27来到服务处表达支持甲毋甘。而民党因为争取连任的无党籍现任立委苏振清，因为牵涉入所购集体收钱案件，去年1审被判刑10年，拄好符合相关较受争议的条款。判10年以上刑度也未定案的人，确定袂使参选。伊再去强调，继续来服务选民，袂怨恨党团的同事。不是只有针对苏振清，他们是大家都站在法理之上去认为这个修法真的要去慎重其行。我孟全我呢有没有要做这次屏南选区立法委员的参选？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时间再去做考量啦。败恶条款拍乱部分立委参选的计划，现任无分区立委林文水2004年因为投票污洗罪被判缓刑，由即摆修法提掉。投票污洗罪有罪确定者缓刑以外会使参选的规定，造成林文水的无多登记参选分任立委选战。而林文水办公室是讲，对修法了影响，由院的评估暂时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2024的总统大选开始咧车拼，民进党的赖清德针对选罢法的败恶条款通过，讲这是因民进党正负责任，伫咧回应社会期待。不过，国民党的侯友宜是颠倒甲批评，讲要严办乌金庆祝，说是头烧烧袂灵灵。大家提起迎接副总统赖清德上台，比前2024总统大选，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清德拜六继续走访各地。27早起离婚林成立，信赖是友会。多前一天，选罢法修正扩大败恶条款通过。伊搁再强调党内决心的决心，要求党公职参选人一定要清廉。真侪犯罪的这个项目，咱拢禁止伊参选公职人员。两位委员徛伫第一线，就是要回应社会期待对治安的需求，这是民主进步党的责任。强调行政院扫污、立法院修正组织犯罪条例、选罢法，拢是要回应社会对治安的期待。赖清德讲，这是民进党的责任。而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伫提名了后来到高雄，为党内立委参选人辅选时，是批评赖清德对乌金甲乌青是轻轻放下。台南的光电比啊，紧甲我查查。你88场查查了，歹势，你即摆咧选总统，做7年的行政院长甲副总统的赖清德主席，你有出来讲啊一句话无？你有出来讲啊一句话无？无嘛。安尼来南部侯友宜拜六的连续拜会高雄甲屏东两个所在，向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家人请益。外团各代表甲韩国瑜原本日期也要到高雄，却是临时话停，引发联想。对此侯友宜也强调，大家拢是好朋友，尊重彼此行程的安排，会团结守护台湾一个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台湾今年有关无通参加世界卫生大会，卫福部长谢水元有带团去当地交流会谈，即马转来台湾。因讲即届有甲未少重要的国家见面，希望因未来会当来甲咱相听。另外，目前 WHO 正咧针对疫苗的分配、有病毒的分析，制定大流行公约的制度。谢水元就强调，希望莫搁再来百度台湾。
总统蔡英文8日接见社会行动团，为免团员辛劳，行动团即摆伫旅外也是无法度进入台湾现场，只会当召开国际记者会，甲递交抗议批，也毋过完成44场双边会谈，比去年30多场搁较有收获。期间也甲真侪穆斯林国家进行交流，也毋过对第7摆互 WHO 拒绝，也是感觉遗憾。很遗憾 ，WHO 没有将台湾参与的提案纳入议程，但台湾走向世界的脚步不会停下来。对大会期间举办为健康而行游行中咱国民团，当面向世界卫生组织谈得实表达诉求，外界也好奇，按照卫福部官员无就这个机会甲社会接触，事实上解释，迄当时因为游行队伍有真侪路线，后续也有其他的重要行程都无见面。也毋过，伊伫返国记者会上，佫向社会发声。过去咱国无法度参加官方组织的疫情期间，受到真侪骚扰，希望莫佫方便化。COVID-19 的疫情之下，只有一个国家。他买疫苗还要经过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批准，游戏规则要怎么样定？7A Plus 的这一个当然讨论的面向一定很广。卫福部表示，今年世卫大会当讨论研议大流行公约，未来对疫情病毒株分析、疫苗资源共享，更较有制度会当依循，有计上近明年大会通过，希望台湾莫佫防病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精辟大厂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，这几日转来台湾，昨佫去甲台大毕业典礼致辞，鼓励学生伫咧 AI 的起跑点爱拍拼对时代走，唔通放慢脚步，而且爱谦虚来面对错误，求进步。我今仔日本来想讲，甲恁讲台湾话。但是愈想愈紧张。大回头就先讲台语，台口大概是笑甲。美国晶片大公司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去台湾大学，伫毕业典礼以来宾的身份致辞，鼓励毕业生徛伫有 AI 的起跑点，都爱拍拼对得着时代。我希望那个地方可以讲中文，所以大家听得懂。Either you're running for food.Or you are running from becoming food. 华语、英语、台语3种语言拢会通。黄仁勋大学险 AI 教父，伊伫台南出世，细汉就去美国读册，甲朋友共同创立辉达，做电脑画图、显示卡等等的研发。即嘛对有着人工智慧的风潮，互伊的社会地位愈爬愈悬，已经有甲新台票一条价值啦。Confronting our mistake and with humility asking for help saved NVIDIA. 黄仁勋用家己的经验来鼓励学生，都要用谦虚的态度来面对错误，而且寻求协助。即届伊专工转来台湾，敢若会有3场公开的活动。头一站去到台大，就已经引起讨论，学生嘛小济要甲伊翕相，现在说落来行程甲伊一举一动，百面会真受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南韩2日有一台班机，伫要降落的时阵，所有旅客无前辈就甲飞行机的门开开。机顶买200个旅客是拢真惊吓，有人出现喘气困难的状况。好佳在大家拢平安。那迄个开飞行机门的旅客嘛已经互警方扣押起来啊。飞行途中的飞行机开启的舱门一直有强风灌入来，乘客头舱甲舱内物品互吹到外国去出。这一段由机顶乘客翕的画面显示，飞行机内迄当时的情况真紧张。韩亚航空一架为济州飞往台区的空中巴士 A321-200型客机，伫26中昼准备要降落台区机场，前几分钟紧急出口的舱门突然开启。迄当时飞行机离地面大约有200公尺，飞行机就安尼一路降落到机场。机顶194名乘客拢平安。无代志，也毋过拢去拍着惊。有乘客叫小飞行机特别爆炸，机顶也有准备参加体育比赛学生，也互惊甲哭出来。根据现场提名的消防人员表示，有乘客因为出现喘气困难问题，落机了后转送附近的病院救治。韩亚航调查了后发现，坐伫舱门附近一名30多岁男性的乘客，疑似卡着舱门开关，目前已经互警方收押，当地调查事发原因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
回来看中华出名的八卦山大佛，为2021年开始修复，即马总算是完工公开啊。外观对原本的乌色变作较金的巧克力大色，民众的看法无同，咱来听在地是安怎讲。盛大宏伟外观和中华八卦山大佛看起来是更加庄严，经过1年外整修了后，大佛看起来是更加新、更加光亮。而且整个设计也甲进前是真无同款，就比较阳光吧。对啊，以前比较暗沉嘛，那现在有复肤。应该是黑色会比较专业。你喜欢黑色就对了。它本来是黑色。甲也未整修进前来比较，大佛对原本偏黑的色调转变成说比较光亮的咖啡色。有民众讲，敢若亲像巧克力的色调。中华八卦山大佛在1961年兴建完成，到即阵已经超过60年的历史。若是中华地标，更加是袂少中华人成长回忆。也伫2002年列做历史建筑，延过侪年风吹日晒，外观是落差受损。中华县府对2019年开始办理修复工程，延过却是因为欠工甲疫情的影响，互这个工程受到拖延。109年的时候，这中间经过9次的这个流标，到109年招标出去。那110年呢？这中间又因为这个施工的一个方式所以一直 delay 那一直到110年再次重新招标出去。虽然这个过程有一寡波折甲拖延，不过伫侪位过来抢手的修复之下，八卦山大佛将有伫如复节即天重新甲外界来见面。虽然外观小可有少少的无同，也不过不变的是中华在地历史甲基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竹有一间为日本时代留落来海军燃料厂，已经有79年的历史。伫这大基烟筒港内底，当年4月甲9月，拢会有一款罕见的双门夜婆来这里生炭。就老师带学生来这认捌这款夜婆，了解保育的重要性。台湾夜婆学会成员带学生来到大烟筒边啊，教安怎透过器材来听双门夜婆发出来的声音。当天渐渐开始暗，总算看到夜婆飞出来找食的物件。经过解说，让学生知影保育工课重要性。眼力要够好，你要去看说它飞行的轨迹，像鸟就是很顺下去，然后呢，双毛蝠是有点上下，让大家知道自己生活周遭有就是类似这样的保育类动物，可以去保护它。这些蝙蝠都是妈妈，然后他们就是来这边生小孩的。那再过一阵子，他们小朋友就会出生了，所以他们就会利用这边的环境，还有头前期的环境去做觅食。这款夜婆名叫做双门夜婆，主要活动范围包括俄罗斯、中国、日本以及台湾。踮台湾第一个双门夜婆族群是民国99年在第新德市发现，也是目前唯一的所在。10年上来讲，其实它的数量是一直在减少的。那这个下滑其实有时候会跟周围的环境，慢慢的有一些大楼，那还有周围的觅食的地方也慢慢的消失，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关心跟影响。当年4月开始是双门夜婆返来生囝的季节，原本师傅当在现场进行的大烟筒修复工程，嘛已经暂时停工，等待这个贵客顺利探证了后，才会继续施工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伫咧嘉义市有台语老师开课，若是教音调、教声调，而且佫会用歌谣、诗词，也是一寡流行的影片，互台语课如挖进生活，如趣味。希望互愈侪人会当感受到台语的水。带手风首歌的感觉比如讲婴仔的婴，有无？你若要发音较标准，是毋是你的鼻音较重？老师用趣味的方式来教台语的发音。嘉义市的独立册店为着要教民众认捌台文字、学习台语的音标甲声调，特别伫暗时来开课。若有长辈来上课，阁有外国朋友嘛来学。用台语来作顺啊！即摆要上课开始要用写，我写袂出来。尤其要阁用遐个母音啦、什物音来配合的时阵，这对我这有点困难。我感觉音调足困难的，就是即马我的音调可能无遐尔标准，所以我想讲多练习。
上课的老师讲，南部虽然大家较会晓讲台语，但是拼音、声调甲台文字其实大家唔是真清楚。希望透过课程的学习，甲民众豆豆仔来认捌台语字。当然，一个语言本地就有真文雅的部分，真粗俗的部分。咱袂使拢一直去感觉讲哦，讲台语就是爽爽，唔是安尼吼。台语有真文雅的所在。为了要增加合适的运用，老师除了设计趣味的题目，在上课当中来练习，嘛会请大家分享台语的文学作品，也是音乐歌词，让台语的合适更较生活化，嘛希望会当让民众来感受到台语雅气的文化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今仔日5月28是世界月事日，嘛是国际妇女健康行动日。新竹县特别举办展览，让民众会当去了解性别平等的发展史。另外，新竹县府嘛宣布，要伫咧公共便所提供免钱的月事用品，打造性别友善的环境。透过相片了解过去的历史，不论是立法院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，也是过去妇女团体在街路顶争取权益，拢是台湾妇女运动重要的过程。现场阁有袂少推广性别平等的册。这是目前当咧新竹县新华屋文化园区举办性别平权展览。有些人觉得说，性别平等好像是一个口号，可是其实它不是，它应该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各个角落，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就是没有无意识，我们就必须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。来一起更了解女性，身为女性以及对于性别友善的这样的议题有更多的关心跟关注。5月28这个礼拜日是世界月经日，也是国际妇女健康行动日。新竹县政府也宣布，要在县内公共便所放免费女性生理用品，创造性别友善的环境。在我们公部门我们民众洽公的场所，在厕所里面，我们会置放这样子的盒子。那也透过就是公司协力，然后我们在里面呢，我们会放这个卫生棉，好，让这个有需要的民众他来洽公的时候，他可以贴心的、方便的使用。消费处表示，民众若是厝内有用不完，也是不合用的女性生理用品，那欢迎大家捐出来。和性别平等，唔那敢若是口号，是大家共同打造的幸福环境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长期咧帮助受到家庭暴力、性暴力等等的受害者的励行基金会，今年已经成立第35档啊。这2日啊，因举办性别公众教育列车的活动，坐火车环岛伫咧车顶办戏剧，希望让大人囡仔会当愈了解、愈重视性别平等相关的议题。大人带囡仔做阵上火车，因今仔日要坐唔是一般的列车，是励行基金会成立35周年所规划的性别公众教育列车。列车会环岛停靠8个车站，各有剧团演出，以行动剧传达性别教育的概念，估计有1000人参与。这种方式较活泼、较趣味啦。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让大众能够了解性别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可以突破这个我们过往比较是定点式的性平教育，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这种互动的体验式的，才能够是内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。立行表示，性侵害甲家庭暴力的数量是逐年增加。卫福部统计，去年家庭暴力超过19万件，平均每天拢有500多件。立行表示，这可能是因为即马受害者比以前有较愿意对外寻求帮助。卫福部即阵也当咧处理家暴法修法，针对外涉性私密影像，嘛算家庭暴力，受害者也会当申请民事保护令。我们已经完成审议了哈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循相关的一个程序，我们会希望我们在下会期一定会送到立法院。靠那个公部门是不足的，所以我想这几年也一直都很积极的去联合我们的民间，他们的一个需求，我们更理解以后，事实上那个服务的一个样态啦，还有这个形式也更多元。立行解说过去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案例，拢注重伫短期的案例，但是这几年豆豆了解受害者了后，慢慢走向长期的生活中见，让受害者唔但解脱暴力，也通离开对社会福利的依赖，有法度自主生活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。北部地区24度到34度，
中部地区24度到32度。南部地区23度到33度，东部地区22度到31度，外岛地区是23度到31度。还佫有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，我是陈雅纯，祝福您平安顺心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